来关心本土天狗节的疫情长咧滚加，连续6天无出现天狗节的屏东，即阵嘛出现病例啊。一个确诊者捌去过云林古坑，若台南已经有到203例，这病例是分散伫7个区，伫永康是有真侪例，还找无感染源。国军化学兵甲台南市防疫单位找了透早来永康准备户内外清消工作，因为遮传出真侪件感染源不明的天狗热病例，相关单位嘛总动员。大家做好那个水的容积，尽量把它倒掉，不要有长决绝，对啊。那这是突然之间才产生的啦。有没有说查出它是哪里来的？目前还没有。那公所这边就是全面的，就是要做知清，然后再来做消毒这样子。台南市本土天狗节找了新增加13例，累计达到203例。病例除了同在区、仁德甲东区以外，嘛渐渐向外传开。病例分布已经达到7个区域。台南市政府已经把防疫指挥系统提升到1级开设，伊就是市政府各局处、区公所、卫生所、国军、国营事业甲相关单位等整合资源来防疫。全体卫生及环保人员不分冷区热区，全员投入第一线的防治作业。针对阳性容器违规的部分，我们会加速裁罚的程序，以唤起各界的重视。除了台南天狗节团开以外，各县市原来有新增加病例，高雄市找了新增加2例，累计7例，拢捌去台南活动过。另外，云林无新增加个案，不过屏东出现6年来头一个本土案例，拢捌去过云林。县政府随跨局处动员，积极防止疫情伫社区传开。卫生单位嘛呼吁化学防治因应疫情的紧急做法。轻度生态源，这也是防治天狗节上界重要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